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《愛吹牛的阿喬》。阿喬是一個可愛的孩子，但他很喜歡吹牛。這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，阿喬說：村頭那兒剛來的那戶人家養了好大的一隻狗，大得屋子都裝不下。全家聽了都很吃驚。阿喬接着說：他嘴大得像臉盆，一口能吞下一個小孩。他的腿似大象腿那麼粗，一腳能踢倒一個大人。聽到這裡，爸爸知道阿喬又在吹牛了。哥哥也說：但我看到那戶人家門口只有一個普通大小的狗窩呢。這個阿喬有些尷尬了。我想那家人肯定是晚上把那狗身上的氣放走，早上又把它吹起來了。爸爸說：那條狗是你吹起來的吧？阿喬聽了羞得滿臉通紅，以後再也不敢吹牛了。睇完呢個故事，大家會唔會吹牛啊？我就覺得要誠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